把风呼呼吹，把风呼吹，小人对家过，小人对家过，圣诞老阿伯，好一句是啥？好一句是啥？礼物派一大堆，哦，创啥啦？毋是啊，就已经过啊，咱就是艺术节就好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莫客气啦哈。你知我意思啦吼？我知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快拍个节目，来听白边，我白边。咱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一开场的时阵，阮咧唱这条歌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阮今仔日的主题是啥物咯？嘿，今仔日的主题是耶诞节，嘿，交换礼物还是废物？这个主题就是千变万化呢。而且我迄当阵下完讲耶诞节去录影的，真正有呢，有录影的人，录影的人写批来吼。哎，见，加话莫讲，今日批真济吼，赶紧到，好来。头一位是咱台南的空空啊。空空讲，黑边白边您好，我是来自台南的空空。以早读高中准备联考的年代，阮班有真侪同学因真爱伫半暝仔时间听广播，有一寡女同学会写批去广播节目。电台主持人若念伊的批，加长工去上课，就会足欢喜的甲大家讲：我的批互主持人念出来呢。迄个时阵，我完全无法度理解写批去电台，互主持人念出来是有啥物好欢喜的。一直到我听白边甲我写的批，看医生的经验念出来，我才真正体会到，是安怎阮班的同学我尔期待听到家己的批互念出来。而且即卖的 Podcast 较方便呢，我会当一直听，详细比较我台语的念法，甲恁念出来的差别。无参像我的同学，爱先准备录音带，哪听节目哪录音。以早读大学参加合唱团，一直到出社会食头路。到12月，总是免不了爱参加交换礼物这个节目。要毋过，我真正感觉家己的签运就歹的。看到朋友一个抽到家己想要爱的礼物，那大概拢是我抽到四手啊、搭衫，毋是大卖场的饼，规盒的巧克力豆，也无就是规桶的努力。敢讲，我圆的身材，命中注定敢若会当抽到四手啊、甲搭衫，而且。抽着这点心了后，大家一定会伫边仔话笑，滚出来，斗阵食。落尾，我敢若会当看到同事有食，阁有掠，我哪像拢是双手空空，足毋甘愿呢。某一年单位的交换礼物，着我负责主办。我想讲，即届换我来定规则，我一定要做一寡啥物，除了互交换礼物。趣味佮温暖，而且嘛要互我家己胃拢抽到淡散四手的魔咒解脱。恁敢知影我定啥物规则？第一，即回交换礼物袂当开钱；第二，参加的人爱转去厝找一个捌收过的礼物；第三，这个礼物是爱有故事的；第四，你爱互这个礼物一段祝福的话写伫卡片顶悬；第五，交换礼物的时，爱伫大家面头前甲祝福的话念出来。甲祝福传互后一个人，想袂到规则公布了后，众人拢画好，16位的同事拢报名参加，甚至有3位出差的同事拢答应迄天中昼就会赶转来参加。12月24迄天，同事拢甲礼物载来啊，有同事替我做烤鸭，中昼阮决定披萨，大家做伙食，做伙啉，气氛非常的快乐。精彩的来啊！阮要来进行交换礼物。大家决定为上资深的同事开始抽，准备礼物的人爱为圣诞树卡将礼物摕出来，亲手把卡片拍开，念出礼物的由来、祝福的意义，再将卡片甲礼物做伙交互抽到的同事。我会记得有一位同事是安尼念的：这是我一个人搭到台南做工课，煞甲前男朋友分手。迄个时阵，我逐工拢咧哭。我的好姊妹仔知影了后。除了为新竹冲来到台南陪我，佮准备一个礼物送我。伊甲我讲：“你是大地人疼惜的，你比你想的佮较好。”我嘛伫伊的鼓励甲陪伴行出来啊！即马我已经行出感情的伤痛，所以我要甲这个礼物送互你，而且要祝福收到这个礼物的你。无论你是一个婚姻、
感情、家庭、工课、人甲人的关系拄着不如意，且毋通看轻你家己，因为你会下过生命的挑战，愈来愈好，是毋是足感动人的？而且搁较神奇的是，抽到这个礼物的同事，拄好碰到感情的挑战，这实在是受过拄好啊！黑边白边活动安尼进行，是毋是趣味佮温暖啊？讲遮尔济，若是无甲大家讲我抽到啥物礼物，实在是讲袂得过。我后来抽到一个包装足水的盒仔，拍开进前，同事照例爱伫所有人的面头前，甲卡片的内容念互我听。看到迄个同事歹势啊歹势，细细声的念讲，真歹势，我真正袂记你今仔日爱交我礼物。今日来办公室，看到大家的礼物才想起来，所以我干那会当利用食中昼的时间去附近的超商买。希望收到礼物的你，莫见怪啦！祝你圣诞快乐！大家敢有约着？哇，伊阁收到一盒巧克力豆啊啦！而且，迄盒巧克力豆阁变做阮办公室的下晡茶啊！活动结束了后，有几个同事行过来甲我学乐，讲这是因参加过上特别的交换礼物啦。大家斗阵做伙，毋若是单纯的交换礼物，阁会当甲祝福延续落去。嘛，互阮搁较熟悉你我的生命故事，立即处搁较深的情感连结，这拢是交换礼物的过程内底上水的祝福。啊，我根本无法度喘气啊！嘿，后面阁有空空的，我嘛无法度喘气啊，我会加大加死去安尼。祝福你哦！谢谢啊，遮要换人啊是毋？嘿对，好，继续来念空空吼。空空讲，声音听起来活泼的黑边，温柔的白边你好，台南的空空过来啊！顶摆听到黑边甲白边讲到耶诞节去露营，会当列入去12月的主题，所以我就兴趣处。后来12月份的主题广告是交换废物，哦，这真正是太趣味咯！我有投稿，唔知影交换废物甲耶诞节去露营，倒一张批会先叫人读到。来，你已经听到啊吼，这是你第一张。阮兜毋是啥物露营的大户，平均一年才2届对团尔。因为非常惊热，所以阮主要是对10月到3月的团，4月到9月伤热，也是秘伫咧厝里吹冷气就好啊。伫咧准年的12月24，阮兜佮对朋友的团做伙来台中和平区的原住民部落露营。伫原住民遮露营总是充满趣味，营主除了会带阮去原乡导览、做旱井、搬夹仔、起火，家己做德公仔饭、烘蛇饼、蒸麻糍。每一个体验活动，拢互阮感觉足新鲜嘛，真趣味。虽然阮去的露营区海拔无悬，毋过对平常时伫咧台南生活的我来讲，到暗时也是感觉非常的寒。而且阮无甲其他的路友做伙啉酒的惯势，所以暗时的节目结束，阮就会紧洗身躯，赶紧闭转去困。平安暝迄暗，阮已经伫咧布棚内底倒咧，准备要困啊。雄雄听到路友一个来问讲，营主要带大家出去报佳音。敢有人要参加？阮随位面床顶跳起来，甲衫穿穿咧，冲出去集合，做伙准备报佳音。所有的人拢足痛的，伫咧要去报佳音的路呢，有一个路友的囡仔，啾啾的一直问讲：这个世界敢真正有耶诞老阿公？像咱真正有看面到耶诞老阿公啊？我甲啾啾讲：你有读过绘本《千万的耶诞老阿公》无？内底有你要爱的答案哦。啾啾就真欢喜讲。安尼，我要去图书馆借来看。阮对部落的朋友会合，做伙去报佳音。便若行到徛家的门口，大吉大的就会先弹一段乐曲。等待厝主规家伙仔开门出来，大家就会做伙唱平安暝。结果由其中一个人替这户徛家祝福祈祷。若是祝福，嘛准备一寡点心水果来甲大家招待。简单开讲问好以后，阮一户一户报佳音。上尾报佳音的队伍嘛来到阮露营的营地。大家伫咧营地围做伙唱平安暝，我嘛豆豆对咧唱这首诗歌的合声。上尾部落的长老使用原住民语言替阮一群人来祝福，哇，真正是太感动了。我咧想，耶诞节是为着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，但是是安怎即马煞流行交换礼物的？无得卡大家有无共的看法？毋过我感觉，一定是因为咱天顶的阿爸做爱咱的，所以伊嘛想要甲咱交换礼物。因为伊已经替咱准备一个上贵重的礼物，就是伊的孤囝耶稣，互伊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互咱会当透过耶稣，熟悉有一个爱我嘛爱你的天顶的阿爸。
上尾甲黑边白边分享一条我真喜的野蛋歌，是一个原住民歌手白乌龙唱的。伊为着咱，祝黑边白边听友，还有公司台记台所有的媒体人甲收视的观众，野蛋节快乐！我是空空。就把我巴罗比啊！啥物啦？我嘛两个头壳空空，伤长啊，伤精彩啊！空空的魔酒，你的魔酒会是来啊！下面我甲恁讲，今日 NG 有够精彩的啦，大家好好去听一下吼。空空的祝福还未讲着呢。伊的祝福是啥物来念出来？伊讲文章热长，但是无讲清楚，我感觉真可惜。对，最后要是爱做，你就想要我嘴是安怎？哎呀，嘴空气啊！最后也是爱祝福黑边白边甲所有的听友，伫即个受祝福的季节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心内想的拢会实现。哦，安那啦，你若冷淡，毋是你甲即个祝福，听没有？你去听后壁 NG， 你会知影啥？我这冷淡吗？我今对伊已经完全无感情啊！好我规个人拢空气啊！这精彩呢！对啊，伊这录音看起来足趣味的呢，有影，啥才好啊！而且伊这个交换礼物的嘛足赞的呢。嘿啊，奇怪，伊哪有遐侪同事嘛？而且因同事那感情会好啊！你敢要甲恁同事交换礼物？我爱考虑者。你甲我问，你甲我问。啊，你敢爱甲恁同事交换礼物？无啊，迄都毋是阮同事。我知点来讲，我咧甲伊想老实。啊，歹势啦，我著较下文讲话，我袂晓讲比赛。莫参加。毋是，我著因为我感觉因会买本数互我呢，我收到本数我会生气哦。对啊，所以我感觉伊讲莫开钱真好。但是我感觉因会摕厝里的本数互我会愈生气。袂当摕本数啊，就是你为人遐收着的。我之前收过别人摕字典，对，迄种足厚迄种的迄。为虾米爱送迄？啊，佮有人摕因兜的迄王来罐头，啊，佮有迄拜拜的王来辣椒。王来罐头会当食啦，会使，王来罐头会使，但是王来辣椒，结果你知影怎？阮就徛咧楼骹迄土地公庙甲点落。哦，安尼袂歹啊，安尼是袂歹啊，但是自迄个了，我就无去参加过即种物件。我嘛真少咧参加呢。我人生当中敢若参加过2届。2届哦。对，第一届是去互逼的。上班上到一半，迄公司就讲，咱后礼拜要交换礼物哦，就去互逼安尼。哈，一定爱参加哦。对，而且还超过500块以上。哈，这我心足疼呢！我迄当阵一工才食无100块呢，你安尼是我5工一礼拜饭钱来甲伊交落去呢。对啊，而且佮检查发票。你若是物件看起来无甲500块，伊检查发票。哈，为虾米安尼？对，有够痛苦的，我真的是起笑呢。啊，但是迄工佫有一个办节。迄工请假。袂使。请假你的礼物嘛是爱交，而且迄工啊佫有办一个 dress code。你就是爱穿红的，也是青第一名的人会使，毋知得到啥物，我袂记啦。啊，伊个会做一张纸啊，讲我上水，就是搭伫你身上。啊，你若是搭上侪纸，迄个人会赢。我完全无想要参加。你知第一名是啥啊？是你？对，是我本人。因为迄当年就是我伫卖衫的时阵，我有甲一领规身躯拢是红的，若像迄亚蛋老阿公的衫扣起来。我来穿迄书，啊，尾来去买一顶迄，我足俗的20块，我迄三角形迄个帽仔哦，我抵迄顶，结果我去，因为我规身躯我上红嘛，所以我就赢。哦，大家拢讲明年袂使去穿啊。我想讲，我过年穿一届，亚蛋节穿一届啊，一年穿2届500块就好啊，你知影？足贵的。对，结果你知影抽到啥？我抽到阮头家的礼物，大礼哦，过咸水来的洗身躯的。哦，啊，上芳，甲咱今日我这房间臭臭共款的味，无拢伤芳，是过芳啊，毋是我介意迄种诶。结果我袂记我创啥，我那就一半送人，而且我洗身躯拢用杂文，我无伫用迄悠悠，像歌安尼，对，因为我无法度，所以我一半拢送别人，我足痛苦诶。而且头家看到我诶时阵问讲，迄敢有好用？啊，头家因某来上班就讲，迄敢有好用哦？迄姐妹台。我比看卖你甲我摕来用。哦，虽然我即个活动参加者呢无情无愿，但是愿意办活动的人，我嘛是真佩服。真呢，送互你我做一代志 respect， 什么意思啊？好啦，空空，你可能这世人就是食死的命，对，就是你命中带食死。安尼你以后若收到，你会使寄来互阮哦。迄
巧克力的我嘛是真介意哦。啊，但是另外一种规个拢乌乌的，我更较介意哦。你知？我知，听出来吼，听出来吼，介上明显，介上明显。好，过来，咱两个先休困者，咱来听别人讲话。好，来听大虎。大虎啊！乌伯伯恁好，大先呢，我有件代志哦，想要甲迄个乌边讲吼，拜托考课，毋通阁摕阮凊彩搬厝啊，真诶。像顶个节目啊，你甲我讲我住伫咧美国，哇，真正是听着是要惊死。因为咧，我迄个时阵是千辛万苦才搬到加拿大即边诶，所以讲吼，要叫我阁搬转去美国迄边，哇，我真正会吐血。啊，我一段故事咧，我有甲我家己诶节目有讲过吼。若是有兴趣诶听友啊，麻烦哦，伫迄 Spotify 会当找我诶名 Dave D-A-V-E。大虎就是虎林大厦，虎大倒过来写，安尼就找会有哦。歹势，互我工商一下吼。讲到即摆主题咧，我是无算过迄个交换废物啦吼。但是咧，我有一摆就是伫咧交换礼物的时阵啊，我迄个时阵我阁有咧听迄个乐团，我是一个听团仔啊，毋知即个台语要安怎讲吼。啊，我迄时阵啊，我有一个足介迄个乐团。所以我都想讲，我都足想要甲我的朋友介绍即个乐团，所以我都买迄个因的 CD 啊，我就想讲啊，我都伫一摆交换礼物的迄个活动内底咧，我就放伫咧内底。啊，毋过咧，迄个时阵摕到即个礼物的迄个人啊，迄个查某囡仔，迄个表情真正是足歹形容的。后来我有甲即件代志，我甲阮某讲过吼，伊就甲我讲吼，我是感觉讲吼，我知影你是足介意听音乐的，啊，你嘛是足想要甲你较介意的迄个音乐介绍互大家，但是吼，我是感觉讲即款礼物吼，可能毋是大家拢会介意啊，所以我毋知影是。即款的礼物，可能时间过了后，可能这个活动过了，伊嘛变成一款的废物了。所以讲，我嘛毋知这敢有符合你即摆的主题哦。反正我就是恁都讲到迄即摆的主题，我就想到即件代志。好，我就分享这到这边，感谢哦，拜拜。奇怪，大虎你的 PS 乃无念哈？对啊，PS。伊讲伊有分享一张相片时、当吹时交换的即个 CD， 大家若是有兴趣会当找来听。即个乐团名叫做 The XX， 敢是爱念 The Double X？ 毋知，大虎啊，大虎啊，你啥毋念出来哈？创啥啦？替你搬出来，为要紧。你看我比不先低呢，我就知影你伫美国来的。我其实实在是迄当初的你啦。无紧啊，工商互你工商。嘿啊，啊，你到时阵迄物件会去寄回来就好。咱即摆是一个拍广告的平台，嘿，听友甲听友之间会当互相交朋友，是，嘛会当互相交流，对，嘛会当互相交换礼物。交换多，伤远啊！过来，伊伫咧加拿大甲美国敢有较近哈？我毋知，其实我地理无好，啊，都顶悬甲下骹安尼啊。真啊假？你地理做好诶吼？你特别去查询，哎哟，我较早地理袂歹啦，你也较定哦。我等下去问恁地理老师哦。敢若只科袂歹尔，但是我真正感觉迄大虎因某真正是讲了正确，有道理啦。因为音乐这种物件是足主观的。嘿啊，你用送人这个物件，除非讲你这地是有大家拢有伫听，是讲一寡啥物，有代表性的迄种。对，是讲有一个纪念性的啦。嘿，你若想互人坐，而且吼，你问讲这听团仔要叫啥？咱来讨论者。好，我感觉迄有 hip hop 叫 hip hop 囝嘛，嘿，啊听团的就叫听团囝，无叫乐团囝。你见咱像乐团生，见着，见着甲阮想者好无？听团仔要安怎讲？听团囝介使。好，刷落来是后一张批。后一张批是台南的心仪，佫是台南的啊。台南人拢安尼呢吼，咱已经变做是一个台南的节目啊。这个主题真侪台南人来投稿。真赞！心仪讲，心时的乌白白您好，我是第一届写批来的新粉哦，就是新的卖种啦。即摆看到12月分享的主题是耶诞节，加上今年这红日有放假，特地来做一个纪念。互我想到甲同事做伙交换礼物趣味的代志。会记得迄届有一个同事袂记得传礼物，规正伊竟然去冰箱找一粒高丽菜，佮用一个真水的箱仔包起来。毋知影的人看到可能会甲当作是啥物大奖。阮几个同事甲讲，这个礼物吼，若互猫咪人抽到就心色啊。节目开始，每一个人拢去抽一支签，
开奖的时，迄个特别的高丽菜礼物嘛，就拄好互迄个猫咪人抽到。阮规个是笑甲巴肚疼，因为大家拢叫伊的外号高丽菜。伊摕礼物的时，若无生气，佮颠倒甲对方问讲，太无甲羊肉落咧，先互你欠，明仔载会记你甲即粒菜做伙煮的，互大家食。刷落来要选上老的礼物，当然就是高丽菜高票当选。伊爱接受的处罚就是，在场所有的人拢会使伫伊的面黑白做，做了爱搁跳一段舞，大家是笑甲流目油。简单的小活动，毋若好耍，嘛互同事之间的感情搁较烧热，嘛是我的心内真温暖的一个耶诞节记忆。另外，我逐礼拜拢期待听恁的节目，感谢恁的节目，毋若传上知识，搁互我学到真侪语词哦。我是心怡，多谢。多谢啊！哦，这心机写台文呢，对啊，你听拢做正确的呢。动啊，你搁好多两个安尼吼，你真正是吼，我检讨，跳人拍。歹势啦。看你要送我啥物礼物，我就原谅你啊。也当说过啊，那有元宵，元宵要送啥啦？哦，这送高丽菜，这安尼是大好甲大歹呢。若有你煮饭的人会欢喜甲哦，啊，若无你煮饭的人，迄是无一定哦。迄就是一个笨手，你知无？像你迄大套房，若无走开，我讲送你一粒高丽菜，你要等个真麻烦。即摆无你收喷啊，无咧收喷。对啊，即摆是爱待，哎呀，直接等粪扫桶就好。哦，这高丽菜安尼，会使送互阿姨啦，会使甲迄个隔壁的阿姨拍感情安尼。你想就远诶，对，你烦恼讲我收到礼物会安怎呢？我讲我逐摆拢甲阮朋友伫遐讨论这，讨论到尾拢感觉讲哦，够麻烦诶。所以我甲阮真好诶朋友，阮就是逐年拢包互对方。嘿啊，因为想遐济，因为我毋知影就是要送啥，但是我感觉这钱是上实在。虽然讲哪老人诶话讲，但是收到钱真足爽。对啊。啊，有一年啦，有一年我诶礼物，有一年阮朋友无包钱互我，啊无包啥？因两个做伙送一支手机仔互我，哦哟，我甘心诶呢，迄水果牌诶。迄朋友哪好？对，真正是因两个有够大心诶，你知影？因为伊知影我诶手有问题，因佫特别甲即个手机仔送一个保险，一年摔歹去会使换新诶。不然讲真是我诶朋友。哇，新诶手机啊，加保险。对，啊，所以因两个人做伙送诶。你看有赞无？就好诶，这是我收到上赞诶一届诶水果。过来其他我拢无法度。啊，若是樱桃我会使啦，樱桃我会使。安尼你知影你元宵爱送我啥吼？我毋知。啊，想要心仪你会写台文哈？你原本是咧学啥？还是讲你台文学偌久啊？嘛会当甲阮分享哦。对啊。好，刷来是真久无写批来阿西啊。阿西啊讲到交换废物即个主题，拄啊好，我某一年有参加过。迄当阵我所传的废物，是我请玻璃师傅定做一支男子汉。讲正是咧，师傅是做了真水。啊嘛好佳在，抽到男子汉迄个朋友，毋是查某囡仔，若无吼，啊着歹办啊！啊想要知影男子汉是啥个人吼，家己去看相片哦。我抽到的是底片的翕相机，也毋过囥伫搭，我即摆嘛已经想袂起来啊！多谢大家，我是阿西啊，恁阿西啊，搁来啊！你家叫伊就会来，你加甲叫几摆啊？我都一个无甲叫。阿西啊，无感情啊啦！你迄个底片翕相机就找无你甲寄来，我就偷偷翕一个白边互你。从啥？结果翕你的骹，翕你的刀啊，奇怪的角度。对，结果伊摕到底片说，这倒起来当变一个白边，结果无，倒起来是一张白边的刀啊。而且全部都翕白白安尼，家己倒起来。你安尼做偷这人的物件呢？偷这人的底片，至少翕淡薄仔物件互人看，好无？这人咧安尼哈，但是阿萨你迄玻璃男子汉。开偌济钱啊？对啊，伊个特别请玻璃师傅呢，是安怎有法度定做即个物件？嘿啊，而且模型去倒位生出来。对，师傅伊的相片。你别拍到我，你别拍到我。毋通哦，毋通啊！阮这是教育频道呢，阿西啊，你安尼互阮的频道拢污染去。表面若想要知影男主还是啥个人吼，来看阮po文的相片哦，伫咧面册吼，IG 有点时嘛有，但是最近有人反映讲 IG 因看无，所以就是你来阮面册看，一定就看有。嘿，而且玻璃师傅敢有熟悉啊？若无熟悉做即种物件嘛，真歹势呢。而且有经验啊，而且阿西啊，你咧做，啥物款的要求无拄过？我想讲也是阿西啊，你做玻璃，啊，所以迄是熟悉的。安尼家己做就好啊。无啊，伊可能是知影啊，伊也袂晓啊。做玻璃足困难的呢，玻璃爱用笨的，伫咧烧烧的时阵才个造型。嘿，
我想着做迄个形体迄模样，你应该甲迄个过程录落来，你知无？顺便送互迄个收着迄份的人。你听起来，趣味啦，你听起来做成你用处罚的呢？我想想一个代志，系啥物代志？拄则迄刑记，伊迄个礼物，因讲因同事是伫编修课对啊，高丽菜，请问迄个高丽菜是原本是啥的？迄咩讲偷的哦？你无准备礼物就去冰箱偷摕，安尼咱好我会使甲恁同事办礼物，去冰箱偷摕伊个包啊、水饺啊。我感觉冰箱足侪拢过期，毋通摕。恁同事进前毋是一届放7粒馒头，一工吹1粒，即摆敢搁有？哪像无啊？哪像无啊？吼，哦，伊改进了对啊，毋是可能是冷冻伤满，敢是冷冻伤放袂落，即摆过年敢有要拼哈？嘛是会啊，可能会吼。好啦会，啦，到时固定拢会啊。到时人家去捡啦。安尼你敢有就是收到啥物耶诞节礼物的故事，当甲阮分享？我这两届尔，我已经甲你讲啊。我即摆想起来嘛，想袂使起来，唯一的一届就是嘿，你办伤济届啊？即摆敢会记你一届？应该是拢收无啥物好礼物。嘿嘿嘿有一届我干那甲一个人做伙交换尔，哈，两个人交换礼物，你男朋友哦？毋是，毋是男朋友，过甲交换礼物，就是朋友啊。啊，我迄届就爱买迄讲，种诶，咱来，爱买迄种诶，毋是，爱买迄种诶，毋是，交换废物，两个人交换礼物有啥物趣味诶啦？嘿，啊，着过节啊，嘿想讲来恁真有气氛诶吼。嘿，闹热一个。你会使找我啊？交换礼物我足济呢。迄个时阵你毋知影伫倒位哦，吼，我即摆你已经熟悉我，你今年才无找我。你我既然我，今年嘛无算你啊，既然我都甲伊两个人，你竟然无想着甲我两个人，好啊，无无要紧啊，想着，无爱啊，嘿冷啊，对，就冷心诶，死啊。哦，继续毋，通卡袂着就讲死，我是袂记咧是咧。滴啊啦哦，。见，你甲伊交换礼物，结果咧，嘿啊，反正我就是规定讲袂使用买的啊，无啥用买，家己住的所在去抄一个物件出来，但是迄个物件袂当用二手的，爱是新的，爱是新诶，嘿，嘿。所以最后我就收到一台一台会当印相片的翕相机，哦，嗨呀，毋是哦，啊，毋是毋是，迄是手动的，爱家己咧卷用卷卷架迄卷卷，种诶，对，手机啊，迄相片安尼放落去，爱伊会印，啊，就安尼架出较来。麻烦哦，太新诶哦，无怪。新的哦，无怪伊拢无想甲拍开，因为看听起来足麻烦。啊，你送伊啥？我送伊一个，我迄即马办公室迄插笔的迄。半斤八两，我毋知要讲你啥。啊，我都拄好为朋友遐收到共款的啊，哦所以我就甲伊送出去啊。好啦，安尼咱明年若个伫咧，咱才来想看要送啥。我应该无啥物废物的啦。我刚甲你讲过，阮朋友有一个交换废物的比赛，结果你知影第一名收到啥？粪扫伊去订做一个比人更较悬的白板，哈，但是白板应该足贵的啊，迄足重的呢。对啊，伊面顶写啥个？地角水买贵。听到没有？你若是有要看相片，我知后一集咱即个交换礼物的铺文相片也无够，我就甲迄个地角水买贵的相片放起。好我才会问看迄个主人会使互我铺出来。敢若白板应该是会当啦。毋是，但是重点是我甲迄个物件放出来了，全世界人知影我是啥安尼。是安尼哦。有一寡人可能毋知影我有咧主持节目安尼啦。哦，毕竟我即个人就是较歹势啊，较避暑啊，嘿是毋敢甲别人讲话啊。是，敢若会当伫线顶甲大家讲话。对，敢会当甲你讲话安尼啦。讲到白板，我想到嘿，阮较早读册有一个老师，对，伊讲你若是结婚，会当去找伊。伊要送你白板，对，真假啊为民除害。迄刚就熟悉迄个线啊，对无？是无线，是无线，歹讲，是毋是？无线，我听着啊，我要去找你啊。我若客袂出去，你敢会当？哦，时间过真紧吼，想要到这个分享这个交换废物的故事。近前有一阵仔，毋是做流行迄什物天使甲地甲哦，天使甲地甲的礼物，对，听讲阮迄个地甲水买贵的时阵嘛有做即件代志。嘿，啊，你天使是啥物？我天使收到一个品牌的手款，哦，啊，重点是地甲的物件嘛，抽到共一个人。诶对啊，这拄好伊送我就是越南钱。
伊拄越南出差回来，伊就摕足济越南钱，我也无通用，伊就摕一堆咱就足够的红包，结果内底拢无效。你做纪念啦，对，而且迄咱一箍会当换因足济钱，所以伊迄规纸摕起来，差不多换起来800外，对，重点是迄规纸摕起来嘛，才换咱无到100箍。嘿，我摕一堆废物转去安尼。所以刚才我甲迄个表啊手款甲卖掉，趁600箍，爽。因为我有一卡共款的啊，哦，对啊，所以我就甲卖掉啊，赞吼。好，给咱换钱就好。好，时间过真紧，咱的批就是念白了，还有第2集。我嘛毋知影讲听众朋友敢有想要听咱讲这交换费费的代志，讲到这有着，但是无要紧啊，这部已经掉啊。你若爱啉来，讲完了啦。好，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批示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大家好，好啥？开场就失败是无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空空讲，黑边边边您好，白边黑边边边。想袂到，想袂到。好啥？哦，你做怪，正经的哦，你即嘛毋是咧讲鬼故事呢？这真正是故事。毋是你拄仔讲的是鬼故事诶，想袂到你。我老带用爬呢。大家决定为上自深的通事。通事是啥？我咧通落啊！大家决定为上自深的通事。创啥啦？你甲恁同事有意见哟啦？准备咧买了啦，啦！我看你要聊偌久啊！准备咧买的人爱为圣诞树骹种牙用亚索摕出来哦！你安尼真恐怖咧！那亚索等下来哦。很可惜的哦。无论你是伫咧婚姻、感情、家庭、工课，人甲人的关，人甲人，你是创啥？人甲人的关系，咱关系要食歹啊！无好，真歹势。我真正袂记你今仔日爱刮我礼物，刮啥？一直到我今仔日今日来了办公室，加入来了，大你姐想好先甲我歹势哦，都是歹势。常常听到路友一包一包问，迄是一包一包啊，敢毋是？互我想到甲同事做伙交换礼物趣味的代志。你小检讨家己哦，这样录音录遮久的哦，大概是笑甲流目油，都塞落哦，我来塞互你流目油。